张太医，您这边请。哎，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小张，看你这表情，我是不是病得很复杂？恭喜皇后娘娘，娘娘这是喜脉呀！你丫说什么呢你？娘娘确实有喜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你滚一边，冲出去！我闭着就滚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小张有喜了！我这个月事啊，向来都不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阴伯阳别，寸脉沉，尺脉浮，鼓动华丽，阴中见阳，又有和调之象。娘娘却是有孕的脉象，为保安全，微臣再给娘娘开副安胎药调养一下啊！你给我滚！好，微臣这就滚。哎呦！滚！我怎么没有发现呢？难道因为我是男人，没感觉？娘娘，您该起来了，快起来吃点东西。我已经没有脸在这个世界了，让我逃避一会儿吧。那我可先走喽。娘娘，我先下去了。站住！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娘娘真的没什么，是张家托人送来的东西。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娘娘，这是张家托了城里最好的裁缝，专门做的小孩的衣服。张家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前脚刚怀孕，后脚衣服都做出来了。娘娘，您不是常说有备无患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娘娘，我真没打算骗您，只是要是提前跟您说了，您定是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才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说下去。我说了，娘娘你可千万要受住了，万不可做出什么傻事来。其实娘娘没有怀孕，那张太医是家里买通了，才说娘娘怀孕的。什么？我没怀孕？太好了！哎，过来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家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前几日幽兰殿又招了太医，家里觉得蹊跷，便暗中托人询问，谁知道江氏那小贱人竟然被诊出了身孕了。江氏怀孕了？难怪皇上前段时间去幽兰殿了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儿。娘娘，你可一定要忍住啊！就算是打掉了牙齿，也要活着写我肚里咽。你再说一遍，怀孕的不是我，是江氏。家里人怕江氏有了身孕便可肆意妄为，于是便收买了张太医，将娘娘也把出喜脉来。这样一来，找个机会除掉江氏的孩子。你们真的太狠了，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呐！娘娘，家里人知道你性子烈，怕事先告诉了您，没准啊您会打到幽兰殿去，到时候再惹得皇上厌弃。以后这种事情千万要与我先商量。假怀孕是正房该干的事儿吗？到时候玩线了，会不会也伤害到我呀？
你赶快去跟夫人传个话，下面我要说的，你每句都给我记清楚了。娘娘您说。第一，姜氏肚子里的孩子必须保住，这件事情我另有安排。第二，齐胜不是傻子，赶紧叫家里想办法，把我肚子里这个假货名正言顺的拿出去。皇上吉祥。不必多礼，你怀孕的事，太医已经告诉朕了。就算太医不跟你说啊，你也知道了。今天早上绿篱啊，在我宫门口发羊角风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整个宫都知道了。有什么吃穿用上的需要，尽管和内务府提。皇上，你也别因为我有了身孕，就冷落了幽兰殿那边，毕竟那边也需要您啊。你知道了。哎，皇宫就那么大，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啊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儿，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呢，是吧，强公公？你这是在说反话吧？朕并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，只是那天你的态度，令朕实在无法开口。皇上，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高兴。你高兴什么？我为皇上高兴，为江妹妹高兴，也为我自己高兴。你自己高兴是为什么？因为怀孕的不是我啊。皇上，你看哈，如果我跟江妹妹各生一男一女，就太好了，将来也是个伴儿。皇上呢，也早日儿女双全了。所以啊，我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开心啊。别说了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我冷落了江妹妹，你就大胆放心的去照顾她啊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快让我看看。没事儿，齐胜啊，这是在和自己发现的。皇上真的没有打您吗？刚才动静那么大，快让我好好看看。没事儿。娘娘，娘娘，您看这小衣服多可爱呀！可爱，可爱有什么用啊？您真就不打算自己生一个？我？让我去生孩子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等您真有了孩子呀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哎呀，我这怀孕的消息一传出去，怕是要几家欢喜几家愁了。可不是嘛，姜氏那头呀，肯定恨死娘娘了。我说的不是他，姜氏是怎么想的，我真的没有心思去猜。只是九王这一次，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困扰。我与他刚立下盟约，就马上传出来我怀孕的消息，换做是谁，恐怕都难以接受。不行，九王那边还是有必要去见一面的。你去他府上给我传个话，说我要见他。嗯。哟，好巧啊！不巧不巧，这一次没在同一间茅厕遇到，只是我心中实在不解，为何见面总约在这污秽之地啊？因为你我和这茅厕有不解之缘啊。哎，这厕所管理员想的真周全啊！你看他把这男女二字写得如此硕大，还挂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，就是不想让别人犯咱们曾经犯下的错。这是我特意找人改的。啊？这宫中大小的茅厕都归我管。原来你成了茅厕君啊！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自从上次晋升之后，皇上就让我总管着宫中的鸡毛蒜皮之事，我心中也是愤懑至极呀。这次我来就是要与你商讨这些事情。这里的味道太重了，
咱们换个地方谈，走。我朝的人啊，真是有情趣。这厕所旁边就是花园，上厕所的同时，顺便把风景也给看了。你别告诉我，这厕所的选址也归你管啊？还是说正事儿吧。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，有关我怀孕一事，其实是张家人的意思，我并没有怀孕。你我二人之间的盟约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我了解。九王真是料事如神啊！那我再跟你说一件你绝对不知道的事：江映月怀了齐胜的孩子。我已知道此事。那九王对此事有什么看法？那就略陈拙见了。本王以为江氏现在的身份见不了光，但只要生下皇子，齐胜为了不委屈那孩子，必然会叫江氏改头换面。这一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。只要皇上这样做，届时张家与本王借着齐胜有备纲常，齐齐发难，想必会一呼百应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江氏是容不下我做皇后的，她早晚会给齐胜吹枕边风，取代我的后位。可到那时，满朝的文武大臣、皇亲国戚，哪一个又会容得下这个蛊惑皇上、乱了纲常的女人啊？九王，如果我是宇宙智商第一的话，那你就是老二了。虽然你说的话我听不太懂，但是现在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保住江氏的孩子，我得赶紧和张家通个气儿，让他们万万不能动了江氏的孩子。是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要看着齐胜一路错下去，一定会抓住他的把柄。哇，这大晚上的把我叫过来是干什么？这一次一定要把持住，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无数次。啊，妹妹，你怀有身孕，这样跳舞会动了胎气的。不过妹妹这个舞姿啊，真是倾国倾城啊，难怪齐……什么味道啊？好香啊！哇，好香啊！这把我迷的是五迷三道的。这个是决明子、薰衣草和龙涎香制成的，有安眠的功效。妹妹最近睡眠不好？自从妹妹怀孕以来，我夜夜都睡得很好。只是皇上他经常批阅奏折到很晚，我这香是为皇上备着的。妹妹真是心细啊，难怪皇上喜欢来你这儿。若是姐姐喜欢，走的时候就拿去一些吧。啊，千万别给我！这香要是被我拿回去，绿篱一生的清白可就不保了。姐姐不肯收这香，是不是嫌弃妹妹呀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心疼你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只要是妹妹的，我都喜欢。比如肚子里的孩子。这说来也是巧，妹妹刚有了孩子，姐姐就怀了孩子。哎，姐姐的孩子不重要，妹妹的孩子才重要。妹妹，你可要好好的养胎。今日妹妹找姐姐前来，是想问姐姐是否知道咱们宫中有什么手艺精湛的裱画师傅呢？裱画师傅？不知道。以前皇上曾经给臣妾画过一幅画像，昨天收拾屋子的时候找到了，就想给裱起来。皇上还会画画？该不会是那种画吧？
画不重要，重在皇上的心意。皇上给妾身画那幅画的时候，足足让妾身做了3个时辰呢。不知道皇上是否也给姐姐画过？哎，那种画我可没有，我向来都是拍照的那个人。哎呀，妹妹不知道皇上没有给姐姐画过，妹妹不是故意炫耀的，姐姐千万别误会了。妹妹放心，我没误会。哎，小情侣嘛，相互画个画多正常啊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这画啊，你可得收好了，流传出去啊，就是艳照门。艳照门是何物？哎呦，僵尸把画给丢了，那可是恶有恶报。真不知道他丢了什么画，说的那么宝贵。听说啊，僵尸称那幅画是皇上亲手为他画的，他还说皇上只给他一个人画过。我呸！什么叫只给他一人画过？我那儿也有一幅呢。有一次啊，皇上在我那儿喝多了酒，兴致大发，硬是让我一动不动，足足做了几个时辰，也跟我说这画是给我一个人画的。你们不说呀，我都还没有想起来，原来皇上也给我画过。只不过啊，我并不在意，也许那幅画早就被我的宫女们拿去胡抄过了。这僵尸还真够自作多情的，以为那画是他的唯一呢。哎，皇后娘娘恐怕还不知道此事吧？走吧，姐妹们，我们去一趟兴圣宫。走啊，去找娘娘。来，快点，你啦。我偷他画像哟，看来娘娘果真是不知道呀。这僵尸早已把幽兰殿闹得人仰马翻了，说是皇后娘娘偷了她的画像，嚷着要见皇上呢。他爱见谁见谁，他见天皇老子我都不怕。告诉你，他人我都摸过，我偷他画像干啥？他哭着嚷着说是娘娘您嫉妒皇上给他画画呢。娘娘，皇上果真没有给你画过画吗？没有了。别让僵尸那恶人先告状，到时候啊，真的是跳进太液池也洗不清呢。行了，你们在我面前挑事儿是没有任何效果的，都散了吗？哎呀，你就告诉人家嘛，人家好不容易才来求你一次。不是我不说，是我真不知道啊。皇上正在书房里安排人手探查此事，结果还不得而知呢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僵尸丢的是什么画像啊？为什么我们家娘娘就没有？其实这画没有也罢，你回去告诉皇后娘娘，这事儿不用放在心上，因为这画像几乎我们后宫里人人都有一幅，就连我也有一幅呢。啊，你也有？啊，上次皇上喝醉了，就给我也画了一幅。人家也想让皇上给我画一幅画像啊。那照现在这个情况呢，我们家娘娘没有才是好事呢。这画像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。我这就回去告诉娘娘。这个卸磨杀驴的丫头，就不能和我多聊两句吗？你就告诉人家嘛，人家可是第一次求您呢。皇上，您找臣弟来，不知所为何事？九弟最近不忙吧？虽不是要紧的差事，却被繁杂的小事缠身。像御花园中种植草木的种类，这一季宫中所需要的蔬菜是从南菜园送来的，还是西郊菜园的，都等着臣弟来定夺。看来你平日里倒是清闲。并不是什么容易的差事，越是小事，越是劳神费力。
恐怕臣弟多有疏忽。不过区区琐事罢了，怎么就难倒你了？是不是觉得一身本领无处施展？臣弟并无此意。既然如此，朕现在就派给你一件能施展拳脚的差事，不知九弟愿不愿意？皇上交给臣弟的差事，臣弟定当肝脑涂地。幽兰殿那边，姜氏的一幅画像是丢了，你去查查此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臣弟遵命。九哥，九哥，你猜怎么着？别着急，喝口水，慢慢说。姜氏丢失的那幅画，果真在女神姐姐那儿。你可看清楚了？错不了，在女神的衣柜里有幅姜氏的画像。鹏鹏并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，更不会为了一幅画像争风吃醋。可证据确凿。我相信此事并非他所为。怎么看这件事跟皇后娘娘有拉扯不清的关系？皇上命九哥来彻查此事，恐怕是皇上故意的试探。如果万一不是他偷的画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明日一早，你随我去一趟兴圣宫。那只能如此了。果然如您所料，皇上派去查案的人夜访兴圣宫了。你确定那是皇上的人，并且已经看见那幅画了？确定。那人发现那幅画之后，又放回了原处。如果是帮他的人，就会把画拿走了。我说过，事成之后，定会重金谢你。娘娘，您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当初接下这单私活呀，也就是觉得娘娘您的遭遇，我太看不下去了。我这辈子算是与情无缘了，所以呀，
想帮助娘娘您和皇上破镜重圆，促成一对好事。希望一切如你所愿。这个你一定要收下，永远离开此地。你对我的恩惠，我会记在心里的。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自当小事。那小的祝娘娘心想事成了。皇上，朕知道，你下去吧。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飞呀，飞呀。这对好基友今天一起来了。今天这么闲啊，你们两个手牵手一起来，该不会真是有一腿吧？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两个是纯洁的。哟，不知娘娘平日里对字画可有偏爱？哎呀，我小时候啊，画苹果像梨，画鸡像鸭。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江十九的画就在你的药柜里。胡说！怎么着？没完没了了？我是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的人吗？他说的也许是实情。绿蝶，你去我柜里看看，有没有他们说的话。本王是相信娘娘的，可是皇上命本王彻查此事，总要有个交代。对了，我顺便提一句啊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你白天不注意言行也就罢了，但夜晚对一个女人的前途来讲太重要了。哎，你的睡相太差了。你又偷偷溜进我房间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被子盖好了没。我除了看到你的丑态，我没干别的。娘娘，你的药柜里真的有一幅画。要如何处置此事，一切皆听娘娘的安排。本王大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用你替我担这么大的责任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到时候有什么你就直说，不用护着我。咱们现在去找齐胜，讨个说法。看来，我命九弟查的事情是有结果的。回皇上，这幅画的确是在兴圣宫找到的。皇后，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这个人最讨厌被人冤枉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谁也别想黑我。这幅画确实是在我宫里找到的，但不是我偷的。你可有什么证据？证据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你看着办吧。你倒是破罐子破摔起来了，难道要让朕自证清白？九王，朕命你查办此事，你却如此办事不力。要不是朕安排的密探已经告诉了朕，是有人夜里偷偷将画放进兴圣宫的，你岂不是要让皇后娘娘无故蒙冤，让朕错怪了她？臣弟知错。果然是有人故意陷害我。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，我非打得他满地找牙。是江氏。想必是妹妹记错了。这件事到头来也算是真相大白，我也没什么损失。皇上，您千万不要责怪妹妹了。如何处置，我自有分寸。哎呀，处置什么呀？还不是你那幅画闹的。你说你又不是张大千，
干嘛到哪儿都留幅画呢？朕是在练自己的丹青技艺吧？以后啊，你不管到哪儿，只要在那门上刻上“齐圣到此一游”就行了，用不着画画那么麻烦。现在想来，齐圣早就知道姜氏有意要陷害你，然后他再有意派我去查，因为他早就料到我会一无所获，他只是想证明我无用罢了。九王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你已经在第一时间赶来跟我商量了，我知道你是在顾及我的感受。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，齐圣只是想证明，他才是你的依靠，而本王无权无势，靠不住的。九王，我既许诺，便会重诺。娘娘当真这么想？这宫中的大小事情都是心机，都是算计。我能有个值得信赖的兄弟，我当然会选择信赖的。现在就只希望姜氏和皇上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感情，他们感情越好，对我们越有利。娘娘，就此别过了，日后你定要多加小心。聊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哎，娘娘，您快来看呐！娘娘们把皇上的画像都拿出来了，供大家欣赏呢。我还真想看看这艳照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来，娘娘，你先看看人家的。就这，还丹青？说好听点是抽象派，说不好听的，这简直就是一坨翔嘛！娘娘，您看我这个，每个娘娘都有一幅。原来暴走漫画的鼻祖是他，真是皇上的粑粑都香啊！可怜的姜氏了，还一直把这视为珍宝。娘娘，还有我们的呢。是皇上来了吗？娘娘，皇上并没有来，您该喝药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是。娘娘，该喝药了。先把宋太医的药停了吧，咱们是时候计划一下，该出演那场流产的戏了。娘娘，你可真想好了，要是姜氏真生了皇子，可就……我现在就是要力保他顺顺利利的生下皇子，谁要是敢坏了他生孩子的大事，我跟谁急？那就等您月事一来，咱们就抱小产。嗯。哎呀，这个撒谎的最高境界啊，就是连自己都信了。到时候，只要咱们自己入戏，齐少他不信也得信。把宋太医叫来，我也好久没见他了，跟他叙叙旧。宋太医，娘娘，自从上次你把他暴打了之后，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，已经出家当和尚去了。啊？奴婢还是去把张太医请来吧。去吧去吧。喝错了。
点仪态。娘娘不好了！什么不好了？差人呢？我刚刚路过幽兰殿，发现幽兰殿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说是太皇太后知道了幽兰殿的事儿，震怒，已经吩咐嬷嬷带着药去了。什么药啊？那种药，落胎的。你不早说！娘娘，娘娘，注意仪态，仪态呀！哎呀，不要啊！你喝了？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啊？你再等哥一会儿，哥不就来救你了？你救我？哎呀，我不救你谁救你啊？哎呦，这都憔悴成什么样了？乖，想哭就哭吧，哥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妹妹，我当然是关心你啊。这种事情我不是没遇到过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刚掉了孩子的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关心和照顾。来吧，给一个爱的抱抱。你别再这么假惺惺的了，这没有外人，你装给谁看？我告诉你也无妨，这药我喝与不喝都没什么两样。什么没两样？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但孩子没了，我可是最伤心的人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装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怀孕，这只不过是我挽留皇上走的一步棋而已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怀孕？那幅画像的事，本是我想陷害姐姐，即便陷害不成功，我笃定依照姐姐的性格，定会置我于死地。这样一来，皇上就会站在我这一边。说你傻，你还真的傻。我关心你都来不及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正是你这种假情假意，害得我走到如此地步。想不到你对我百般热情和嘘寒问暖，反而让皇上高看你一眼。我现在已经是无计可施了。你无计可施？你这一假怀孕，我比你更无计可施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。齐胜不还老来你这儿吗？以后把握机会就是了。我好心劝你啊，男人都是自由的鸟，最烦被束缚。如果你想和你的圣上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了。娘娘，怎么样了？江氏的没怀孕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她是用了小三的惯用伎俩制假怀孕，为了笼络齐生的心。嘿，太好了！这样的话就省了咱们的事儿了，也不用咱们杀生作孽了。我的宝贝儿，这对我来说算什么好事儿啊？娘娘，江氏她没怀孕，你怎么还失望了呢？江映月生不下孩子，我用什么借口来搞掉齐胜？现在看来，之前的所有计划都无法实施了。娘娘，来日方长，咱们以后再想办法吧。我们先回宫吧，太医已经在那儿候着了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走吧。小张，别睡了。喂，张太医，娘娘跟你说话呢。哎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装这个小产比较合适啊？娘娘脉象稳定，想必这孩子也是极好啊。别装了啊！你就直接跟我说，咱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孩子拿掉？啊，娘娘，这孩子是真有了啊！小张啊，小张，
这个孩子不能有。娘娘，这个孩子可以有。虽然之前臣受张老夫人之托，要称娘娘怀了孩子，但臣上次给娘娘诊脉时，确实发现娘娘有了身孕。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？娘娘，臣和您如实说了呀。临走的时候，还嘱咐娘娘吃安胎药呢。臣也是如实向皇上禀报的呀。娘娘，别！您确实怀孕了呀！娘娘，你不能这样！娘娘怀孕了！娘娘，别打了！娘娘饶了我吧！您确实怀孕了呀！娘娘怀孕了！回来！娘娘怀孕了！您就是怀孕了！娘娘，哎呀，娘娘！娘娘，这都怀上孕了，你怎么更心烦了呀？不可能，我跟齐胜根本就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啊？难道是3个月前在江府那次？啊！你不要再像个跟屁虫一样烦着我了，好不好？娘娘，您真是太大意了，怎么一直没来月事，自己都没发现呢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又没生过孩子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爸！嘿，娘娘，那定是您底子好，没有什么害喜的反应。这次在江北遭了那么大的难，都没有动了胎气，说明这孩子是上天对您的眷顾，是命中注定啊！老天爷，你这是找死了玩我呀！娘娘，今天江氏没了孩子，咱们又有了孩子，这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娘娘！娘娘，您怎么下地了呀？我是怀孕，又不是瘫痪，干嘛老让我躺着？那新熬好的燕窝粥，您吃2口。让朕来吧。其实，这个孩子不能生。一开始朕也这么觉得。既然你也这么觉得，那咱们就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把这个孩子拿掉吧！啊！可当朕知道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心里竟然很欢喜。可是，这个孩子我生不了。这又是为何？上次你不是说你爱吃酸的，无酸不欢吗？现在怎么又不能生了？我这些都是为你好啊！这孩子生了会增加张家的势力，为了不让张家的势力过大，这个孩子还是不生为好。孩子和张家之间，朕当然会选择孩子。若你如此替朕放心不下张家，朕明天就扳倒他。哎，别闹！既然你不担心张家，你就不害怕我这个性子把你的孩子带坏了？若你担心的是这个，那大可不必。到时候会有奶妈替你看好孩子。皇上，我不能跟你生这个孩子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想和朕共同生养一个孩子？这不是和谁生的问题，而是让我生孩子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功能，我接受不了。你可知道，你这话是大逆不道。生儿育女是你的责任，怎么能由你的意愿左右？
一定要生吗？啊！你若是敢对这个孩子做什么，朕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朕命你好生休养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听明白了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我头疼。朕命御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榴莲粥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我不想吃榴莲粥，我想吃鸭脖、鸭肠、鸭心、鸭锁骨。我头疼。哎呀。鸭脖、鸭翅、鸭锁骨。猜猜我是谁？杨烟。没急，一下子就猜到了。除了你还有谁呀？那你猜猜这是什么？桂花糕。啊！不要再提桂花糕3个字了。叫我好人，不用谢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鸭脖子啊？我平时就喜欢在宫中飞檐走壁，要是知道我心上记挂的某个人有个小小的心愿，我就一定会送去。当然，你可以叫我夜行侠。哎，那无需赞我，哥就是这么潇洒，做好事从不留名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我是不是洗澡、睡觉你都要看？你这是在侮辱我！我有职业操守的，不该看的我绝不会看。我是夜行侠，不是偷窥狂。来，咱俩一起吃。不吃。啊！哎，冉冉，我怎么觉得你老在我身边晃悠？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歪心思啊？那不能够，你是皇后，又是9哥心尖上的人，我是喜欢你，但不是那种喜欢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喜欢我的模样呢，还是喜欢我的内心啊？我当然喜欢你的内心啊，我可不是那种肤浅之人。那看来你是喜欢男人。鉴定完毕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想着有朝一日我要娶媳妇了，也要娶你这样的，最好叶姓张，和你长得一样最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双胞胎兄弟。嗨，表姐妹也行。你是在让我给你介绍对象吗？姐姐，难道让我守着你嫁不出去吗？你也到年纪该娶媳妇了哈。哎，我就当一回月了啊。等我回老家，我给你撒嘛啊。那我就等你去啊。哎，你下次啊，给我带那个周黑鸭的变态的。知道了，这可不够味。知道了。辣死了，辣死了！哎呀！陛下多久没有看过妾身为您跳舞了？有时候朕在想，把你接入宫里，究竟是对还是错？你进了宫，却变得心狠手辣、诡计多端。皇上，上次你用画像一事要陷害皇后，朕并没有深究，一是念在你一时糊涂，二是皇后嘱咐朕不要为难于你。皇上竟是因为姐姐，才不责罚臣妾的。不然呢？
妾身以为皇上对我还有情，才会忍耐我的小性子。这已经不是你耍耍小性子那么简单的问题了。你居然谎称怀孕来欺骗朕！皇上认送皇后那里，妾身心里实在难受，才出此下策。那都是对您的一份爱、一份情才会这么做的。因为爱，你已经被私情迷了心智，做了那么多违背本心之事。你可知道，你现在这般对待自己，已不再惹人怜惜。皇上，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了吗？你究竟还要利用这个爱字，做多少糊涂之事？朕一直不喜欢张氏从前的娇蛮，只觉得你比他更大度、明事理、善解人意。可真没想到，如今你们二人的性情倒像是颠倒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从今往后，你愿住在这里也可，你想去别处也罢。这幽兰殿并不是你的金丝笼，你也别想再用爱来要挟朕。皇上。这些日子，娘一直吃斋念佛，求菩萨保佑娘娘。没想到，真是灵验了。鹏儿，你总算是熬出头了。夫人，您快别哭了，看您这么一哭，令琳也想哭。你俩能不哭了吗？这孩子真不该怀。呸！这娘娘是什么话呀？哎，怀孕这段期间，你可要抓紧了，千万别让别人钻了空子，尤其是那个江映月。新娘啊，你跟我在一起，除了这个话题，还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了？这，哎，我这次把你找过来吧，就是想跟你说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你不是让为娘帮你出谋划策，看住皇上吗？你怎么满脑子阶级斗争啊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咱们张家还有没有那种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的小美眉？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适合我。没文化可真可怕呀！就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车载的那种。哎呦，你说服张玲家的姑娘张玲玲，哎，也就是那姑娘，那长相还能与你媲美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她可曾许配过婚事？还没有。这次把你找过来啊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给杨玉将军的儿子许配一门婚事。杨家跟咱们家也算是门当户对，您觉得呢？好啊，太好了，这回咱们家可算是双喜临门了。你们几个放这儿吧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强公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是要把我赶出去，你们要易主了吧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是怕您孕期反应太大，怕您遭罪，想来兴圣宫陪您。您看，东西都拿来了。What？ 席上要搬来兴圣宫来住？No！ 我坚决抵制。
有什么了，娘娘？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就见您心神不宁的。我有办法让齐生不来烦我了。娘娘，奴婢真是不明白了，皇上想对你好，你为何如此抵触呢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怎么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？可是自古以来，夫妻睡在一起就是天经地义的呀。谁告诉你夫妻就得睡在一起？要是跟你睡在一起，我还愿意。他想都别想。那娘娘，你想到什么办法能让皇上不再来找您呢？哎，别害怕，这个呀是我特地从马来给姐妹们运过来的榴莲。臭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还是吃自己的瓜子吧。现在的情况呢，大家私底下肯定都已经议论过了。皇上确实决定卷着他的铺盖卷来我的宫里常住，但是，所谓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我作为皇后，后宫之主，不能独享专宠，所以我便谢绝了皇上对我的恩宠。皇后娘娘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现在有孕在身，皇上理应多跟您待在一起。就是啊，就算是待在一块儿，又能待几日啊？你闭嘴，哪有你吃醋的份儿？就是。哎，你们这个时候跟我闹情绪，我可以理解。所以后宫日后的建设，我打算把它提上日程。我做了一个策划，还请姐妹们跟着我一起参谋参谋。娘娘，您说。这个策划案呢，叫做轮宿制。素质。意思就是呢，让皇上按照表格上的次序，叫姐妹们轮番去大明宫侍寝。那岂不是让咱们雨露均沾吗？可是娘娘，臣妾实在不明白，您为何要这样做？你哈是不是想问皇后娘娘为什么这么好，愿意把恩宠分给你？分给我怎么啦？分给我怎么啦？我愿意。你们两个别吵了，听娘娘说。你们能不能沾得雨露，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。但是啊，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。皇上他又怎么能听我的话呢？姐妹们又有什么能力能得到皇上的圣宠呢？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现在云溪正在打仗，羞死了！国家很不富裕，皇上每日都在为了此事发愁。如果你们能让皇上高兴，忘记烦恼，他才能高枕无忧的叫你们去侍寝啊。可是娘娘，我们也不会打仗啊。就是啊，什么都不会。可你们能让皇上爽啊！哎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用钱买不到的，但是如果能用钱买得到，你们为什么不交出你们的 money 呢？妈，银子。哦。现在战事吃紧，缺的就是军饷。你们只有让皇上排忧解难，皇上高兴了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满足你们呢？皇后娘娘，这个玉簪略表心意，我公主还有很多金银珠宝，我马上派人去拿。皇后娘娘，臣妾马上到宫里去取。我也命人准备东西去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哎，站住！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回来！站好了啊！站齐了，立正。我宣布，第一届后宫大会圆满结束。娘娘，奴婢实在是想不明白，您说轮宿就轮宿嘛，干嘛让娘娘们捐这些呀？皇上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发火？就是怕他发火，我才设下此计呀。奴婢又不懂了。您说
皇上那样子也不缺这些金银珠宝啊。礼不在贵重，关键是皇上见了嫔妃们送来的这些金银细软，我就不信他还肯拉下脸来伤了娘娘们的一片爱国之心。我这么做，就是想让他无法拒绝，骑虎难下。来，看着点啊，当心有台阶！来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鹏鹏，叩见皇上。来，放下，来，打开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是现在云溪暂时吃紧，后宫的娘娘们知道皇上整日整夜为了此事烦忧，一共捐出了这2箱金银细软，称作军饷。东西不多，皇上一点心意。那你替朕谢谢他们吧。一句谢谢就完了？不然呢？那些妃子们想要什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皇上他们就那么一点小小的心愿，您就不能满足？如此，那你还是把这些东西退还给他们吧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是还不回去了。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所以才来跟您商量一下轮宿的事儿。轮宿？皇上，我知道您是一个有节制的人，但是这后宫有名分的满打满算不过那几个人，咱们就排着来吧。一天安排一个人到大明宫去伺候皇上，再给您留几日休息的时间。咱们得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制度。是谁允许你这么做的？还不是鹏鹏体恤您，才想到这个万全之法。你这是关心朕？朕看你这是把朕给卖了吧？鹏鹏是出于一片好心呐。前些日子您差点就犯了专宠一人的禁忌，现在呢，既能亡羊补牢，又能解决军饷的燃眉之急，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笑疯了。张鹏鹏，你做事要有个限度，小心收不了场。皇上要是不答应，那才叫收不了场呢。所谓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软。你，皇上，臣妾觉得后宫的那些妃子们也挺不容易的，她们整日整夜的跑来我宫里闹，您说我这还怀着孕呢，我哪受得了呀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您就答应了吧。看在你怀孕的份上，朕就不跟你计较，此事便听你的。太好了，那我这就回去给他们报个信儿。皇上，按照皇后娘娘制定的轮宿表，今晚该是皇妃来执勤了。知道了。娘娘，我给您弄来了，这就是侍寝轮宿表。宝贝儿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又让你去跟强公公使美人计啦。真是春雨贵如油啊！皇上虽说去后宫的日子少了点儿，好歹也算是去了。我也
以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哼，今天碰到黄良园宫里的一个小宫女，竟然都不跟我行礼了，都是伦素之害的。娘娘，您这是何苦啊？宝贝儿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啊，去，给大明宫送完补药去。啊？顺便表达一下我对皇上支持我工作的感激之情。哎呀，真是搞不懂您了。你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实在是太困了，能不能躺在这儿睡一会儿呀？不行，守夜是你的责任，怎可怠慢？皇上，这些日子臣妾几乎天天来给您守夜，臣妾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哪来的废话？能夜宿大明宫，在外人看来，还不是你莫大的福分。皇上是不是生病了？皇上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无论怎样都提不起劲儿来？皇上可曾听说这种药？臣妾听人说，这小小的盒子里装的可是被誉为男人福音的稀有药品，男人的必备良药。宫中早已传遍了这大名鼎鼎的金戈。大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皇上，作为男人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这偌大的后宫，皇上怎么会没有个疲软的时候呢？这是臣妾花了重金偷偷买来孝敬皇上的。闭嘴！不要再说了。皇上，你已经很久没去过臣妾那里了，臣妾只是想用这样好好的来服侍皇上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皇上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皇后娘娘，行了，皇妃，今天你的福气就享到这儿吧，下去吧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没问你呢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朕看是你病得不轻。我是问你是不是真的有病？张太医那儿有药，包治百病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有肚子，不方便。你没病，我有病，再见，不走。皇妃，上次你给我的那个胭脂可好用了。是什么牌子啊？来了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一大早上哭哭啼啼的。臣妾恳求皇后娘娘垂怜，许我们几个姐妹出家给皇上、皇后和皇祖母诵经祈福去。这一大早上呢，集体玩出家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皇后娘娘的伦素指是给我们几个妹妹万分周全的考虑，只是我们没有福气享受罢了。唉，该来的总是来了，看来这九妞啊，是忍不能再忍了。我们姐妹几个想着，既然不能讨皇上欢心，还不如把位置让出来，好让皇上把那幽兰殿那种可心的人纳入宫中伺候啊！是啊，娘娘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哭了，坐下吧，咱们有话慢慢说。你们想说的那些事儿，我早已经了解清楚。不过，现在你们能天天见到皇上，这不是比从前强多了吗？娘娘，能见到皇上虽是好的，但我们现在是人财两空啊！人财两空也罢了，最关键是夜不能眠，这哪叫人过的日子呀？情况棘手啊！靠，这
齐胜留下来的烂摊子，我凭什么给他收拾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我好好想想。娘娘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，那嫔妾们出嫁的新衣裾，还望娘娘成全。看来这不是真的想出家，哼，这是来威胁我的呀。那好吧，说法呀，啊，我是给不了的。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：皇上忙，啊，对大伙儿可能没有顾及到。如果你们实在想不开，非要出家，那我也不拦着。啊，绿梨，绿梨，怎么办？娘娘，这怎么办？宝贝儿，去，让人到郊区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寺庙，最好是环境好的，僻静一点的，真的要去？没有什么人来往的。什么时候？现在，马上，立刻。那奴婢现在就去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个绿梨啊，办事儿就是利索。我向姐妹们保证，不到半个月就让你们搬进去。啊！妹妹刚才感到醍醐灌顶，现在想来，出家不过是一时的冲动。对，是啊是啊，其实这个想法还蛮不成熟的。望皇后娘娘容我们几个回去再考虑一下下。对啊，打扰娘娘您了，是姐妹们未能顾全大局。也好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等想好了，我们再来商量这个家到底怎么出发。那嫔妾们就先告退了。快走快走，快！娘娘，皇上没跟那些娘娘们睡在一起，是因为对您一片真心呐，活该他们都变成熊猫眼儿。绿梨啊，你就相信一代帝王会变成情种吗？娘娘，咱们就不能再信皇上一次吗？宝贝儿，齐胜他不是情种啊，即便他以前情种过，那个对象也不是我，以前不是，以后也不是。娘娘您消消火，奴婢不说便是了。我这火哪那么容易消啊？他总在关键的时候给我掉链子，还让我给他擦屁股。哎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可是，我找谁呢？赵王，我与你的关系呢是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所以今天我把你找来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问你。我就说嘛，重要的事情你还得问我。你少嘚瑟啊！我就是想问你，皇上他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？嗯？比如说女人的刺激？娘娘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弟他明明是个可以坐拥3000佳丽的皇帝，为什么要过着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，不沾雨露呢？此话当真？当然了，我亲自查的房。嗨，皇上一向都是一个专情的人。不过也难怪，我们齐家的男子向来如此，洁身自好，至情至性，惯出情种。比如说坐在你对面的我。冤大头我见过，你这么冤的大头还是第一次见。嗯。娘娘，赵王今日可跟您透露了什么有用的消息没？可靠情报一点没有，反倒说了齐胜的好话。啊？他都说什么了？他说齐胜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，我就纳了闷儿了。你说人家都拐跑你媳妇儿，你怎么还帮人家数钱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日子娘娘你也看到了，皇上呀，他不仅对您百依百顺，就连您送到大明宫里的那些娘娘们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我觉得呀，皇上用情专一的对象就是您呐。
哎呀妈呀，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！对呀对呀，对你个头啊！女人的脑子就这么不记仇吗？人家给你叼2颗糖豆豆，你就什么都忘了？在江北的时候，齐胜差点要了老子的命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他把我当成亲爹，也动摇不了我要灭了他的决心。关灯，睡觉。